工，伊有对阮讲起爱情，说出青春梦。又搁讲阮生性爱骄，生做真活动。予阮一时想着歹势，见笑面煞红。又过一日，甲伊行入一间小地房，双人对坐，满面春风，甲微微清芳。彼时啊，对阮讲起结婚的事项，予阮一时想着歹势，见笑面煞红。一日黄昏，伊又讲起，若得生希望，会伫结婚，不免等待3年也2冬，会当做成可爱家庭，幸福一世人。